有一段時間，娑婆世界無上導師本師釋迦牟尼佛呢位無上士，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調御丈夫，天人師，應供。世尊喺摩伽陀國無垢園中寶光明寺，與好多大菩薩、大阿羅漢、天上各方仙人、各路龍王、藥叉、堅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聚喺一齊。嗰啲數唔清嘅佛弟子們，都前後左右圍繞喺佛嘅周圍，恭聽佛嘅講經說法。當時喺大眾中有一位在家嘅佛弟子，名叫無垢妙光。呢位大居士由於常常恭聽世尊嘅講經說法，好有智慧，為當世人所敬仰。無垢妙光大居士嚴格按照世尊所教導嘅，唔傷害一切眾生，唔偷盜他人財物，唔亂搞男女關係，從唔講假話欺騙別人，唔飲酒，從唔講他人嘅長短優劣，從唔污言穢語辱罵眾生，從唔講嗰啲華而不實嘅話語討別人嘅歡心，對萬事萬物從不起貪念，對世間中嘅一切都有理性清醒嘅認識，冇任何邪知邪見，對佛法僧三寶深信不疑，恭敬敬仰，慈悲之心甚是濃厚。無垢妙光大居士有感世間中嘅好多眾生貧窮困苦，飽受世間苦難，便努力尋求一條能夠令所有眾生都能夠豐衣足食，無憂無慮，金銀珠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每一位眾生都能夠無善不行，小惡不為，建立人間淨土嘅解決之道。當時無垢妙光大居士嚟到世尊嘅住所，圍住世尊繞行7圈，向佛獻上等鮮花，將價值連城嘅用珍珠瑪瑙瓔珞製成嘅無價寶衣，恭恭敬敬披喺佛嘅身上，用當時最尊貴嘅頂足禮禮拜世尊後講道：世尊，祈請你同你嘅弟子們，明日到我家中接受我真誠嘅供養。世尊微笑住默言不語，接受咗無垢妙光嘅祈請。無垢妙光大居士知道世尊接受咗佢嘅邀請，喜不自勝，連忙辭別世尊，回到家中，安排全府上下準備美味佳肴，打掃殿堂，張燈結綵，準備迎接世尊一行。到咗第二天清晨，無垢妙光大居士同家人手持鮮花，帶領樂隊嚟到世尊住所，禮拜已畢，禮請世尊。世尊，時候已到，請你光臨。你哋亦應當到呢位大居士家中接受供養。點解呢？
係為咗令佢能夠獲得大利益嘅緣故。世尊啱起得身來，從佛嘅身上發出咗種種光明，五顏六色交相匯集，射向十方。所有眾生都知道世尊將要出行。嗰位無垢妙光大居士同佢嘅家人與天龍八部、33天天主悉提行因、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東南西北四大護世天王一齊喺前面整治道路，奉迎世尊。隊伍前行不遠，經到一座破敗嘅莊園，名叫豐財園。喺院子內院有一座破爛不堪嘅古塔，呢座古塔已經被雜草灌木團團包圍，殘磚爛瓦已經封住咗所有嘅門戶，遠遠望去就似一個土堆。世尊徑自行到古塔面前，嗰座古塔忽然大放光明，從嗰座古塔中傳出渾厚雄壯悅耳嘅聲音：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你今日所行係至高無上嘅極善境界。大居士啊，你今日獲得咗無量無邊嘅善利。世尊喺古塔面前禮拜完畢，圍住古塔又繞三圈，除下身上袈裟，冚喺嗰座古塔之上，兩行清淚脫眶而出，之後又破泣為笑。當時十方無量無邊世界嘅諸佛相繼出現喺空中，都注視住嗰座古塔，亦都流住淚，各自放出大光明嚟照耀加持呢座古塔。當時在場嘅佛弟子們都被呢個前所未有嘅場面驚呆咗，面面相視，都茫茫然不知所以然。金剛手菩薩亦流住眼淚嚟到世尊嘅面前，請教道：世尊，係乜嘢因緣出現如此職業強烈嘅光呢？點解世尊以及十方諸佛都喺度流淚？嗰十方諸佛點解會放光嚟照耀加持呢座古塔呢？期望如來能夠為我哋開示。佛告訴金剛手菩薩：呢座塔係大全身舍利積聚如來寶塔，一切如來所有秘密法要全部都喺呢座塔中。金剛手啊，由於一切如來所有秘密法要全部都喺塔中，呢座塔就係呢個宇宙中一切世界嘅所有如來之身，亦就係所有如來嘅全身舍利嘅集合。呢個世界所有離苦得樂嘅84000法門，亦都喺塔中。一切如來嘅頂上，亦都喺嗰座寶塔之中啊！因為呢個原因，呢座塔所在之處有大神煙、殊勝威德，能滿足世間所有吉慶嘅願望。當時在場嘅佛弟子們聽聞佛說之後，遠塵離垢，斷諸煩惱，得法眼淨，根據相應根器，分別證得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秘支佛道、菩薩道、阿毘跋致、薩般若智、於如是事
各得其一。有嘅人仲分別證得咗初地、二地乃至10地菩薩果位。仲有嘅人喺布施、忍辱、持戒、精進、禪定、智慧呢6道波羅蜜中得到咗滿足。嗰位無垢妙光大居士亦遠塵離垢，得到咗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意通。金剛手菩薩見到呢個如此奇特稀有之事，很是不解。世尊，真係奇妙無比啊！聽到呢件事嘅人都獲得咗不可思議嘅如此殊勝功德，更何況嗰啲聽到呢部經能夠深信不疑嘅人，唔知道佢哋又能夠得到幾多功德呢？佛講道：金剛手啊，你要認真聽我宣說，仔細思量，切莫忘懷。喺後世之中，如有信男信女以及我嘅在家出家嘅弟子們發心書寫呢部經典，即等於書寫宇宙中無量無邊所有世界中一切如來所說嘅全部經典，亦等於喺所有如來面前久久培植各種善根，亦被一切如來加持護念，就好似愛護我哋嘅眼睛一樣，亦好比慈母愛護自己嘅細仔一樣。如果有人讀誦呢部經典，就等於讀誦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所講述開示嘅所有經典。亦因為呢個原因，十方世界所有嘅佛不分晝夜前往加持呢位念經人。嗰啲十方無量無邊嘅佛，前面嘅仲未離去，後面嘅就已經到嚟，根本就冇一絲空隙。如果有人以香、花、香水、花蔓、衣物等金銀珠寶嚟供養呢部經典，就等於在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計算嘅佛面前，用須彌山咁多嘅供養品嚟供養，所種植嘅善根都係一樣多啊！當時在場嘅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聽完世尊嘅開示，都驚奇不已，紛紛感嘆道：真係聞所未聞啊！呢個土堆真係如來神力所加持嘅緣故，先會有如此嘅不可思議啊！金剛手菩薩又請教世尊：世尊，係乜嘢原因令呢個七寶塔呈現喺我哋面前嘅係一個土堆呢？因為眾生業力同埋果報嘅原因，先會使寶塔嘅七寶隱蔽不顯，所以你哋睇到嘅不過係一個土堆。如來嘅應化身都不可能毀壞，邊度有金剛藏身被毀壞嘅道理呢？我滅度以後嘅末法時代，好多眾生因為無惡不作、小善不為而墮入地獄，不能夠皈依信仰佛法僧三寶，唔培植各種善根，因為呢啲因緣，好多佛法都將慢慢隱退。只有呢寶塔能夠堅固不滅，一切如來嘅神通力所加持，嗰啲冇智慧嘅眾生愚昧無知，咁好嘅珍寶都唔知道採用，因為呢個原因，
我同十方一切諸佛先會如此流淚。仲有啊，金剛手，如果有眾生書寫呢部經典，放置喺塔中，咁樣呢個塔就係一切如來金剛藏寶塔，亦就係一切如來陀羅尼心秘密加持寶塔，亦係十方三世一切如來寶塔，亦係一切如來佛頂佛眼寶塔。該塔即為一切如來神力所護持。如果喺佛像同塔中安置呢部經，呢座佛像就係用金銀珠寶、瑪瑙等寶物所構成。呢座塔中嘅所有部位同埋構件等，只要係根據自身實力盡力構造嘅，無論係土定係木頭、石頭或者磚瓦，由於呢部經嘅威力所加持，都變成金銀珠寶、瑪瑙等七寶。一切如來對呢部經都不間斷加護其威力，亦同時加持呢座寶塔。如果有眾生能夠喺呢座寶塔前供養禮拜，哪怕係一炷香、一朵鮮花、80億劫生死重罪，都一時消滅乾淨，在生免除一切災殃，死後都往生到佛家。就算有人應當墮入阿鼻地獄，如果能夠喺呢座寶塔面前作一個禮拜，或者以寶塔為中心遊繞一圈，地獄之門就此關閉，菩提大道徹底打開。呢座寶塔同埋形象所在嘅地方，為十方一切如來神力所護持。呢個地方唔會被暴風、雷電、霹靂、毒蛇、犬蝠、毒蟲、毒獸、獅子、狂象、老虎、狼、野干、風柴之所傷害，亦冇藥叉、羅剎、布多勒、比舍遮、持、魅、王、良、癲癇等妖魔鬼怪前嚟恐嚇，亦唔會為一切寒熱諸病、痢、瘻、痈、疽、瘡、疣、疥、癩所傳染。如果有人見到呢座塔，哪怕係一陣間，都能夠除去一切災難。所在地方冇人馬六畜、童子童女帶嚟傳染嘅憂患，唔會死於非命，唔會被刀杖水火所傷，不為盜賊怨仇所侵擾，亦冇饑饉貧乏嘅憂愁。煙味咒詛根本就唔可能得逞。四大天王以及佢哋嘅手下，時時刻刻都保護不被傷害。28宿同嗰啲藥叉大將、日、月、五星、藏雲、衛星晝夜護持，一切龍王加其精氣，順時降雨，風調雨順。所有嘅天人每天早晨、中午同埋黃昏都會嚟到寶塔處讚詠、炫耀、禮謝同埋瞻仰。釋提桓因同埋嗰啲天女晝夜3時離下供養。呢個地方即為一切如來護念加持。點解呢？因為呢座寶塔內面裝咗呢部經嘅緣故。如果有人用土、石、木、金、銀、銅、鉛、
等多種材料造塔，書寫此神咒，安置喺塔中。啱啱安置完畢，呢座塔就即為七寶所造成。呢座塔嘅所有部件都即時變為金銀珠寶瑪瑙等。呢座塔嘅四方都係如來嘅影像，亦因為呢部經嘅緣故，一切如來堅住護持，日日夜夜穿無不息。呢七寶塔亦因為神咒嘅威力，倏然升高至阿加尼吒天宮之中。塔所經過嘅一切諸天，所有嘅天人都會去供養瞻仰寶塔。金剛手菩薩問道：世尊，係乜嘢原因係呢個法門具有如此殊勝功德呢？你應當知道，呢個都係寶合印陀羅尼威神力嘅緣故。唯願如來開憫我哋，將呢段陀羅尼傳授俾我哋。好啊，你要仔細聆聽，唔好忘記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分身光儀同全身舍利，都喺寶合印陀羅尼中。一切如來所有嘅法身、報身同埋應化身，亦都喺寶合印陀羅尼當中。佛即送出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合印陀羅尼。那麼悉達利耶地維迦那薩婆特那尼多那昂貝婆佛那佛利佛扎利智智在諸盧諸盧多羅薩婆特那尼多多盧多尼波那曼婆佛地日夜佛利摩祖利蘇摩羅特那尼多達瑪扎西諾波羅摩利智那佛日多瑪尼瑪那林迦那登格尼提薩婆特那尼多智智地瑪多耶瑪多耶瑪地瑪地瑪達瑪薩薩摩多尼薩摩多耶这难度，娑婆梵那那里，娑婆波波维尼里，呼噜呼噜，娑婆须达美利里，娑婆特那那多，格里那佛格那比，萨摩罗，萨摩罗，娑婆特那那多，于须多罗尼摩尼尼，摩利苏摩利，娑婆特那那多，智智多，多多尼比娑婆诃，萨摩耶，智智智娑婆诃，娑婆特那那多，格里那耶多，多摩那比娑婆诃，娑婆拉，智智多，尼多比达那多，智智地，呼噜呼噜，娑婆诃。阿姆萨婆特那那多，乌斯尼萨，图图姆那尼萨夫，特那那丹，萨鲁多，乌斯多，智比呼呼，娑婆诃。佛誦完神咒後，土堆中傳出一切如來嘅讚歎聲。善哉善哉，釋迦世尊出現喺呢個苦難深重嘅娑婆世界，為咗嗰啲無依無靠嘅眾生演說如此深梵。呢個法門將久住世間，為未來嘅眾生帶嚟無量無邊嘅利益，為佢哋帶嚟安穩快樂。當時，佛又講俾金剛手菩薩聽：你哋要認真聽我宣講，呢個法門神力無窮，利益無量無邊，好比個床上嘅如意寶珠，個珍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樣。呢個寶合印陀羅尼能夠滿足世間人一切善良美好嘅願望。我依家為你略說萬分之一，你要好好聽講記憶，以便將來利益一切眾生。如果有惡人死後墮入地獄，苦難深重，想要免除同脫離，可能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如果佢嘅子孫先講出佢嘅名字，讀誦神咒，才至七遍，羊銅熱鐵忽然變為八功德池，蓮花托住佢嘅雙腳，寶蓋遮住佢嘅頭頂，
地獄之門就此被打破，菩提之道展現面前。呢個腳下嘅蓮花，非一般咁將佢送到極樂世界，所有嘅智慧自然而然全面展現，喺呢一生中就可以成佛。有啲眾生因為業力嘅緣故，百病纏身，苦痛逼心，讀誦此神咒21遍，百病萬惱一時消滅，壽命延長，福德無盡。有嘅人由於前生吝嗇不肯布施嘅緣故，此生投生到貧窮人家中，食唔飽，着唔暖，貧困潦倒，被世人睇唔起而被輕視。如果呢個人生起慚愧之心，獨自一人到山中採摘冇主人嘅格花，將嗰啲腐朽爛木打磨成粉，持以耗香，去到塔前禮拜供養，又繞寶塔7圈，流淚悔過。由於神咒嘅威神力同埋塔嘅威德，呢個人嘅貧窮報應就此消滅，大富大貴就此現前。金銀珠寶、瑪瑙水晶隨時供應，再亦都冇缺衣少食嘅憂患啦。喺呢個時候，呢個人就應當本住諸佛菩薩嘅智慧慈悲，大力弘揚佛法，賑濟窮人。如果稍有吝嗇，呢個財寶就忽然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有人為咗培植更多嘅善根，根據自己嘅經濟實力，盡力用泥土或者磚瓦造塔，